第4章，親愛嘅朋友啊，對於自稱有聖靈嘅，你哋唔好盡信，總要察驗佢哋嘅靈係唔係出於上帝，因為已經有好多偽先知到處出現。你哋點樣分辨上帝嘅靈呢？所有公開承認耶穌道成肉身，就有從上帝嚟嘅靈；所有唔公開承認耶穌，就冇從上帝嚟嘅靈。佢所有嘅係敵基督者嘅靈。你哋從前聽聞呢個靈要嚟，現今已經喺世上。小子啊，你哋係屬上帝嘅，而且已經勝過偽先知，因為喺你哋心中嘅靈，比嗰個喺屬世界嘅人心中嘅靈更有力量。佢哋講論世上嘅事，世人聽從佢哋，因為佢哋係屬世嘅。但係我哋係屬上帝嘅，認識上帝嘅人聽從我哋，唔屬上帝嘅人唔聽從我哋。憑呢一點，我哋知道點樣分辨真理嘅靈同謬妄嘅靈。親愛嘅朋友啊，我哋要彼此相愛，因為愛係由上帝嚟嘅。所有有愛嘅都係上帝嘅仔女，而且認識上帝。所有冇愛嘅就唔認識上帝，因為上帝係愛。上帝打發佢嘅獨生子到世上，使我哋透過佢得到生命。上帝用呢種方法顯示佢愛我哋。10節，唔係我哋愛上帝，而係上帝愛我哋，打發佢嘅仔為我哋犧牲，贖我哋嘅罪。呢啲就係愛咯。親愛嘅朋友啊，既然上帝咁樣愛我哋亦應該彼此相愛。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，若我哋彼此相愛，上帝就喺我哋嘅生命中，而佢嘅愛透過我哋完全實現。上帝將佢嘅靈賜俾我哋，為咁我哋知道我哋有佢嘅生命，而佢喺我哋嘅生命中。父打發佢嘅仔嚟做世界嘅救主。呢啲事我哋睇見，而且向人作見證。所有公開承認耶穌係上帝之子嘅，上帝就喺佢嘅生命中，佢亦有上帝嘅生命。我哋知道，而且相信上帝愛我哋。上帝係愛，所有有愛喺佢生命中嘅人，就係有上帝嘅生命，而上帝亦喺佢嘅生命中。17節，咁樣。愛就透過我哋完全實現，使我哋喺審判日能放膽無懼，因為我哋喺世上有同基督一樣嘅生命。有咗愛就冇恐懼，完全嘅愛除去一切嘅恐懼。所以人有恐懼嘅就冇完全嘅愛，因為恐懼同刑罰係相關聯嘅。我哋愛，因為上帝先愛我哋。若有人話我愛上帝，但恨佢嘅兄弟，佢就係講大話嘅。佢既然唔愛睇得見嘅兄弟，點能夠愛唔睇得見嘅上帝呢？所以基督命令我哋，所有愛上帝嘅，亦當愛佢嘅兄弟。第5章，所有信耶穌係基督嘅，都係上帝嘅仔女。若我哋愛嗰個做父嘅，亦必愛佢嘅仔女。由於我哋愛上帝並遵守佢嘅命令，我哋就知道我哋愛佢嘅仔女。遵守上帝嘅命令就係愛上帝。佢嘅命令並唔難守，因為上帝嘅每個仔女都能夠勝過世界。使我哋勝過世界嘅係我哋嘅信心。邊個能夠勝過世界呢？只有信耶穌係上帝之子嘅人，至能勝過世界。6節，耶穌基督到世上係透過洗禮同水同犧牲嘅血，唔係單用水，而係用水同血。聖靈亦親自作證，呢啲係真實嘅，因為聖靈就係真理。聖靈、水同血三者都作證，三者都一致。既然我哋接受人嘅見證，上帝嘅見證當然更有效力。
因此見證係上帝為佢嘅仔所作嘅，所以信上帝之子就有呢個見證喺佢心中。唔信上帝就係將上帝當作講大話嘅，因為佢唔信上帝曾為佢嘅仔作見證。呢個見證係上帝賜俾我哋永生，呢個生命嘅源頭係佢嘅仔。有上帝之子就有生命，冇上帝之子就未有生命。13節，我寫呢啲俾你哋，等你哋知道，你哋信上帝之子嘅人有永生。我哋喺上帝面前放膽無懼，因為我哋確實知道，若我哋照佢嘅旨意求，佢都會垂聽。既然我哋知道佢垂聽我哋一切嘅祈求，就知道我哋向佢所求嘅，佢一定賜俾我哋。若有人見兄弟犯咗不至於死嘅罪，佢應該向上帝祈求，上帝會賜生命俾佢嘅兄弟。呢啲係指嗰啲犯咗唔至於死嘅罪嘅人講嘅，但係有啲罪會導致死亡。我認為你哋不必為呢種罪祈求。17節，一切唔公義嘅行為都係罪，但有不至於死嘅罪。我哋知道上帝嘅仔女唔會繼續犯罪，因為上帝嘅仔保守佢，使佢嗰個邪惡者不能加害於佢。我哋知道，雖然全世界都喺嗰個邪惡者嘅轄制下，我哋仍然屬於上帝。我哋知道上帝之子已經嚟啦，而且賜俾我哋理解力，使我哋認識真神。我哋喺真神嘅生命中，係喺佢嘅仔耶穌基督嘅生命中。佢係真神，亦係永生。小子啊，你哋要自守，遠避偶像。約翰二書，約翰二書係由一位長老寫俾蒙揀選嘅夫人同佢嘅女，可能係指某地方教會同佢嘅會友。寫呢封信嘅目的係勸勉信徒彼此相愛，同時警告信徒提防偽教師同佢哋嘅言論。約翰二書第1章，我係長老，我寫信俾你蒙揀選嘅夫人，亦俾你嘅仔女。你哋係我誠心所愛嘅。唔單止我愛你哋，所有認識真理嘅人亦愛你哋，因為真理喺我哋心中，而且永遠同我哋同在。願父上帝同父之子耶穌基督賜恩典、憐憫、平安俾我哋，使我哋始終生活喺真理同愛中。我好高興，因為知道喺你嘅仔女中有遵守天父命令、生活喺真理中嘅人，所以親愛夫人，我求你，我哋要彼此相愛。我向你哋提嘅唔係一條新嘅命令，係我哋從起初領受嘅。我所講嘅愛係，我哋必要遵守上帝嘅命令。你哋從起初所聽到嘅命令係，你哋要用愛為生活嘅中心。好多騙子已經喺世上到處活動，佢哋公開否認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嘅事。咁嘅人係騙子，係敵基督者。你哋要小心，至唔會失去你哋所成就嘅，反而得到完全嘅賞賜。若有人唔持守基督嘅教訓，反而越過嘅，係眼中冇上帝。嗰啲持守教訓嘅，就有父亦有子。若有人到你哋嗰度唔傳授呢個教訓，就唔好接待佢去你家中，亦唔好向佢問安，因為向佢問安等於喺壞事上成為佢嘅同伴。我仲有好多話要講俾你哋知，但我唔想用筆墨嚟寫。我希望親自去探你哋，同你哋講，當面傾談，等我哋嘅喜樂充足。你哋班蒙揀選嘅姊妹嘅仔女向你問安。